热浪的泉州无啥物特别的，就是一座塔、一个巷仔、几个人。日头就安尼照，风就安尼吹，无人要安怎，也无人问你要安怎。后来你就坐落来咯，坐了迄条，也毋知坐了偌久。后来你卡起来，行路，就是伫热浪，一个城市好像替你记着这个代志。